来看高雄和屏东，即摆唔呐，因为这风台一寡所在搁在淹水。伫咧屏东嘉东外海呢，一搭海上供电平台这试验计划也受到这风台影响。规个平台是去互海洋港加翠咸咸线了，造成这嘉东呢这云风暴环挖大海1公里内，拢是才会破基啊，已经影响到这渔船啊出海作业。屏东县政府对来要求停工，也限制业者伫48点钟内要全部清理。 海影一尊接一尊，屏东嘉东的稳丰海堤外口，四界拢是这款黑色的架啊。这是经济部核定的海上供电平台试验计划，因为未堪哩风影，规个平台线了。伫海保海上拢是平台破壳。官府讲，计划内底只有平台无放供电棒。风台前有要求业者要做好固定，想袂到风台大影损长，官府伫初七已经要求业者停工，而且48点钟内要将这破壳清除好势。厂商清理完毕之后，要重新提报相关的一个施工精进的计划哈，在还没有经过我们审查通过核可之前哈，请他们要停止施工。 除了大风影以外，风台河也个屏东内部甲新恒地区一寡地势较低所在出现淹水灾情，因为排水系统无好，有的所在也个淹甲靠倒悬。虽无民众讲淹管是啊，不过也是望水会当赶紧退。台风过后，然后一早起来就看到前面是小河流安尼啦，这排水就无介好啊啦。政府那边也落大雨，就是即摆水入去流入了，也个倒接出来安尼啦。 风台天淹水的，也有高雄基镇的上德里，因为中区污水处理厂的抽水管别讲，和上德里附近50户的徛家拢淹水，上深的有40公分。民众原地拢当作是雨伤大，一行出门才知影是污水处理厂的水倒灌出来。太扯了吧！ 另外，桃园区的老龙溪部长溪水夹大土石，甲强河甲复兴段的暗坑变道冲害去。加在因为事先封路管制无发生意外，公路局驾驶干部段表示，已经先开放复兴3里的居民，先对背山口迄边出入。目前的抢修会先以紧急避灾通道为代先，上紧车牌下晡5点开放通行。记者柯家如柯炳哲、柯朝阳高雄屏东综合报道。